意識法包羅咗所有嘅修訂法門，係一門總括性嘅法門，包羅萬象的意識法。意識法門包括咗所有嘅一切法門，亦都就係佛陀所講嘅84000法門。之前講到嘅4個訓練法係由眼、耳、鼻、身而修嘅，但係眼、耳、鼻、身卻係以意識為主嘅。歸根到底，五根不過係5個傀儡，後面有牽線嘅人，呢個牽線嘅人就係心王。所有嘅法相都係由心所生嘅，所以一切嘅法門都係意識造作出嚟嘅。而家將意識自性單獨提出嚟，勉強再當一個法門嚟到討論，好似觀心、止觀、參禪等方法都應該屬於意識法門。止觀雙修，一開始修行嘅時候，觀心法門所觀嘅心並唔係自性真心，而係有生滅嘅念頭，亦都就係意識嘅妄心。喺靜坐觀心嘅時候，只要內觀呢點，向自己嘅意識內尋找，注意妄心嘅開始、消滅以及運行軌跡，如此持續觀察，直到有一日念頭生滅之流忽然斷咗，呢個時候前念已滅，滅咗就唔好去理佢，後念仲未生，冇生亦都唔去引發佢，前念已空，後念未起，當體空寂，呢個時候就達到咗止嘅境界。但係呢個止只係一個相似空嘅靜止境界，仲要去觀，觀到有係空而起嘅，空係從有而立嘅，生滅係真如所表現嘅作用，真如亦都就係生滅嘅本體。呢個時候就可以捨除邊見，實行中道，最後連中亦都丟掉，達到觀慧嘅程度。止觀修成之後，以止觀雙運為因修持落去，自然得到定同慧。別具風光，禪宗的意識法。不過禪宗嘅用意識入門與其他法門不同，就係將怡情作為用。怡情並唔係觀心嘅慧學，亦都唔係怡。怡同情聯繫起嚟，就深入咗阿拉耶識，係8識之中嘅第8識，又名阿離耶識，係根本識，以下各識都由佢生出。阿拉耶識中藏有無數嘅種子，可以引發人嘅善惡行為。冇開悟嘅人，空中似乎總係橫住一啲嘢，拔都拔不掉，一定要喺適當嘅機會、環境同接引之下，先至會豁然頓破。所以話靈光獨耀，通脫根塵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